你哋敢唔敢相信呢？喺港遊最瘋狂嘅年代，一個女明星從雲端跌入泥潭，根本唔需要做錯幾多嘢，只係需要踩錯一次。鄭燕麗起點高到嚇人，選 show 冠軍出道，TVB 力捧第一部大戲就係梁朝偉嘅《俠客行》，但係短短幾年之後，佢卻喺風月片場被導演強行剝光，喺宣傳會上痛哭控訴被鬧炒作。再後嚟，佢住入台灣頂級富豪黃仁忠嘅奢華別墅，陪酒應酬，以為揾到咗救命稻草。但係當富豪病逝，遺囑公開，入面送珠寶、送名酒、送遺產，卻唯獨冇佢嘅名。靠山倒咗啦，演藝圈翻唔去啦，連做生意都被詐騙，呃光積蓄。中年嗰陣為咗活命，佢去快餐店抹台，因為厭食症暴瘦進入 ICU。結婚證換唔嚟安全感，豪門金龍俾唔到安身立命嘅本錢。今日我哋就嚟剝開呢一位翻版李嘉欣被毀滅嘅30年背後，究竟收埋住港圈最殘忍嘅乜嘢規則呢？第一章，女星變清潔工。2014年前後，香港一間麥當勞凌晨時分，店入面冇剩幾多客人，一個着住制服嘅中年女人低住頭收拾餐盤、清理台面，一企就係10幾個鐘。有人望住佢睇咗好耐，先至終於認出嚟，佢係鄭燕麗。20幾年前，佢仲係 TVB 選 show 冠軍，10幾歲就同梁朝偉合作金庸劇。港媒曾經用翻版李嘉欣形容佢嘅外貌，報道中仲流傳過金庸稱佢溫柔而無味嘅評價。如今佢頭髮入面已經夾住白絲，身材亦都同年輕嗰陣完全唔同。為咗避開人群，佢特登選擇通宵班，因為夜班工資會高一啲，企滿成日能夠多賺幾廿蚊港幣。消息傳開咗之後，媒體蜂擁而至，有人惋惜話佢從女明星淪落到快餐店清潔工，亦都有人翻出佢當年拍攝風月片、認識富豪做契爺嘅經歷，認定今日嘅一切都係佢自己嘅選擇。鄭燕麗冇解釋。落班之後，佢提住隨身物品離開。第二日繼續翻嚟工作。真正殘酷嘅地方唔係明星去麥當勞打工，而係當所有人將佢呢30年壓縮成一句至今墮落嗰陣，好少人再去追問嗰個曾經企喺 TVB 起跑線最前面嘅女孩，究竟係從邊一步開始慢慢失去咗退路呢？答案要翻到1988年。第二章，16歲奪冠卻困喺 TVB 邊緣。鄭燕麗出生喺香港，具體出生年份存在不同嘅記錄，有資料寫1971年，亦都有資料寫1972年。能夠確定嘅係，佢10幾歲嗰陣參加咗 TVB 舉辦嘅銀河接力大賽，並攞低咗女主角組冠軍。嗰時嘅鄭燕麗確實有令人記住嘅條件：五官立體，眼睛好大，面上帶住幾分混血感。佢唔屬於攻擊性好強嘅艷麗型美女，安靜嗰陣顯得溫柔，一笑又有種天然嘅嫵媚。比賽結束之後，TVB 好快就簽低咗佢，入行冇幾耐，佢就入咗《俠客行》劇組，男主角係梁朝偉，女主角係鄧萃雯。鄭燕麗飾演事件，角色唔算最重，卻絕對唔係一閃而過嘅背景人物。對一個啱啱入行嘅年輕女仔嚟講，呢一個已經係一張相當靚嘅入場券。後嚟佢又陸續出演《風流父子兵》《花月佳期》《鐵血大奇門》等劇集，名不斷出現喺演員表入面，觀眾卻始終記唔住佢演過嘅角色。問題亦都逐漸暴露 ，TVB 唔缺靚嘅女仔，更加唔缺願意熬夜趕戲嘅新人。
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李嘉欣、張曼玉、王祖賢等人嘅名已經佔據銀幕。電視台內部同樣有大批新人排隊等待機會。鄭燕麗嘅外形足夠出眾，表演卻冇跟上。角色需要複雜情緒嗰陣，佢經常撐唔起層次。劇本俾佢機會，佢亦都未能將一個配角演成觀眾忘記唔到嘅人。電視台嘅資源開始轉向更加有潛力嘅演員。最初仲有名有對白，後嚟戲份越嚟越少。佢既唔係可以重點培養嘅新人，亦都冇作品支撐自己成為穩定嘅配角，慢慢卡喺咗娛樂圈最危險嘅位置，一嚟過卻冇站穩。呢一個時候離開仲可以重新開始，繼續等，又唔知下一次機會乜嘢時候會出現啦。鄭燕麗唔願意就咁樣消失，啱好當時嘅香港電影市場出現咗一條睇起身更加快嘅路。葉玉卿通過大膽作品打開咗知名度，隨後轉向唱歌。李麗珍亦都喺轉型之後獲得咗大量嘅關注。對嗰啲長期冇機會嘅女演員嚟講，風月片好似一線危險卻誘人嘅側門，日去之後可能一夜成名。至於仲可唔可以行出嚟，當時冇人可以保證。鄭燕麗決定試一次。第3章，一部借種將退路徹底堵死。90年代初，鄭燕麗先拍攝咗大尺度寫真照片，推出之後，電影邀約好快就揾上門。其中一部係導演黎繼明執導嘅《滅門慘案》系列作品《借種》。對當時嘅鄭燕麗嚟講，呢一個可能係一次帶住風險嘅翻身機會。繼續留喺 TVB，佢已經睇唔到出頭嘅可能。接落嚟呢一部電影至少能夠得到片酬、曝光同埋女主角嘅位置。佢唔係唔知道風月片會帶嚟爭議，但葉玉卿等人嘅成功擺喺眼前，呢一條路睇起身並非完全冇出口。真正嘅問題發生喺片場。按照鄭燕麗後嚟公開嘅講法，拍攝前雙方已經約定咗尺度，正式開機之後，導演卻要求佢完成超過原先約定範圍嘅鏡頭。佢表示拒絕，但最終未能阻止拍攝繼續。唔同媒體對當時現場嘅描述差異好大，有啲寫得極為激烈。能夠確認嘅係，鄭燕麗本人後嚟多次表示，嗰場拍攝違背咗佢嘅意願，並同佢留低咗好深嘅陰影。影片宣傳期間，佢公開講述自己嘅遭遇，佢以為觀眾至少會聽下佢嘅解釋，結果迎嚟嘅唔係一致嘅同情，而係另一輪懷疑。有人認為佢喺度為電影宣傳，有人指責佢借爭議炒作。片方需要話題，媒體需要標題，觀眾討論嘅係電影到底拍咗咩嘢。好少有人真正關心一個年輕女演員喺片場有冇拒絕嘅權利。電影上映後取得一定嘅市場反響，鄭燕麗亦都攞到咗一筆遠高於電視台收入嘅片酬。原稿提到約30萬港元，具體數字缺乏完整嘅獨立資料，但對於當時陷入事業低谷嘅佢嚟講，確實係一筆可觀嘅收入啦。錢攞到咗啦，標籤亦都貼上啦。觀眾唔再記得黑客行入面嘅事件，媒體開始直接用艷星稱呼佢。佢隨後又出演咗殺夫、清流實驗房等同類型作品，每接一部，短期內都有工作同埋收入。回到主流市場嘅可能卻更加低一啲啦。鄭燕麗唔係冇試過回頭，但係電影公司揾佢，首先諗到嘅仍然係身體同埋尺度。電視台與主流劇組睇到佢嘅名，又會擔心觀眾已經形成固定嘅印象。同樣拍過風月片，葉玉卿後嚟轉向歌壇，舒淇靠一部部電影重建口碑，但佢哋嘅成功並唔代表呢一條路容易複製，需要新嘅機會，需要貴人，亦都需要足夠強嘅表演能力。鄭燕麗冇等到，更加糟糕嘅係90年代後期，香港電影市場迅速萎縮，盜版、院線低迷與產業變化接連到來，風月片嘅黃金期好快就結束咗啦。佢翻唔到原嚟嘅位置，
眼前呢一條路亦都塌咗啦。就喺佢幾乎無戲可拍嗰陣，台灣出現咗一個能夠重新改變佢生活嘅男人——黃仁宗。第4章，朱一呼號必須，卻冇寫入遺囑。黃仁宗唔係普通嘅商人，佢出生台灣政商家庭，父親黃少谷曾經係國民黨元老。80年代，黃仁宗憑借投資迅速積累財富，一度進入台灣頂級富豪行列。佢最出名嘅卻唔單止係經商，黃仁宗身邊長期圍繞住年輕女星，認過多位契女，小潘潘、陳寶蓮、安雅、彭丹等名都曾經與佢產生聯繫。90年代末，事業停滯嘅鄭燕麗前往台灣，亦都進入咗黃仁宗嘅生活。佢認黃仁宗為契爺，朱一必須陪佢參加聚會，外界自然唔會將呢一段關係理解成普通嘅父女情誼，各種傳聞隨之而嚟。鄭燕麗後嚟談到黃仁宗嗰陣，則稱自己從佢身上學到好多嘢，對方教佢商業知識，亦都教佢如何處理人情世故。無論兩個人真實關係如何，對於當時嘅鄭燕麗嚟講，黃仁宗確實提供咗佢最缺少嘅嘢：住所、人脈以及重新被上流圈子接納嘅感覺。喺香港，佢已經係逐漸被遺忘嘅風月片女星。到咗台灣，佢又可以着住華服出入宴會，身邊有人招呼，媒體亦都重新關注佢。呢一段日子睇起身好似一次翻身，但係鄭燕麗進入別墅嗰陣，黃仁宗嘅財富帝國已經出現咗裂縫。亞洲金融風暴之後，佢嘅資產大幅縮水，投資與稅務問題不斷累積，身體亦都受到糖尿病同埋肝病嘅困擾。表面嘅奢華仲喺度，底下嘅地基卻已經鬆咗啦。2002年，與黃仁宗關係密切嘅陳寶蓮喺上海墜樓身亡。2年之後，黃仁宗因糖尿病併發症、肝病以及多重器官衰竭喺台北病逝，享年63歲。別墅嘅主人走咗啦，所有依附喺佢身邊嘅人都要重新尋找位置。黃仁宗生前留低嘅遺囑，多名與佢關係密切嘅女性獲得咗珠寶、字畫、戒指、名酒或者係部分遺產。鄭燕麗嘅名冇出現喺公開記錄嘅受贈名單上，呢一個意味住佢曾經住入嗰座別墅，卻冇得到一個能夠喺主人離開之後繼續留低嘅身份。所謂豪門庇護結束得非常直接，冇長期嘅保障，亦都冇足夠財產令佢重新開始。過去圍繞佢身邊嘅人逐漸散去，台灣亦都唔再有佢嘅位置。鄭燕麗只能夠返回香港。10年前佢離開香港嗰陣，仲可以將自己包裝成尋找新機會嘅女星。再次返嚟嗰陣，電影市場已經換咗一代人啦。佢冇代表作，冇穩定嘅人物，身上最鮮明嘅仍然係嗰個揈唔甩嘅艷星標籤。呢一次佢連等待片約嘅資格都快冇啦。第5章，繁華散盡，佢只係想揾份輕鬆嘅工作。回港之後，鄭燕麗嘗試過復出，佢揾劇組投資料，希望能夠重新接戲，但係離開太耐，年齡增長再加上過去嘅標籤，回應寥寥無幾，拍戲冇辦法維持生活，佢就攞出積蓄開私房菜館。演員面對鏡頭靠嘅係形象同埋表演，餐廳面對嘅卻係租金、採購、人工同埋每日嘅客流。佢唔識經營，店開咗冇幾耐就虧損倒閉啦。後嚟佢又嘗試與朋友投資，結果據報道遭遇詐騙，佢報咗警，卻因為證據不足，錢冇順利追翻。影視圈翻唔去，生意又接連失敗，鄭燕麗終於冇幾多選擇啦。佢做過商場促銷、清潔工作，亦都入過快餐店上通宵班，咁先至有咗2014年麥當勞入面嘅嗰一幕。媒體寫咗佢一晚企10幾個鐘，因為通宵班每日能夠多賺幾十蚊港紙。昔日嗰個面對攝影機嘅女仔，
如今盡量選擇客人較少嘅時段，只係想安靜將工作做完。最難嘅仲唔係被認出嚟，而係從嗰次之後，佢亦都冇揾到過真正穩定嘅生活，長期勞累，飲食不規律，再加上多年嘅壓力，身體逐漸出現咗問題。2020年，佢公開表示自己患上神經性厭食症，體重持續下降，一度被送入咗 ICU 搶救。病情稍有好轉之後，佢仲係繼續揾工作。有報道提出，佢後嚟做過麵包店、工廠或者係其他基層崗位，亦都曾因為工作效率問題失去職位。部分具體時間同埋企業信息缺乏可靠獨立來源，但可以確認嘅係，50歲之後，佢仍然需要不斷投簡歷，尋找下一份收入。曾經嘅鄭燕麗最擔心嘅係觀眾忘記自己。到咗後嚟，佢嘅願望已經變成揾一份穩定一啲、身體能夠承受嘅工作。睇翻佢呢30幾年，好難揾到某一個瞬間，然後斷言佢嘅人生就係喺嗰度突然間毀咗㗎。佢喺 TVB 冇站穩，於是選擇轉型。轉型帶嚟曝光，亦都鎖死咗戲路。主流市場翻唔去，佢就前往台灣尋找依靠。依靠消失之後，佢又將積蓄投入咗生意。生意失敗，身體亦都隨住被生活慢慢拖垮。每一步都有當時嘅理由，放喺多年之後睇，佢又好似一塊接一塊倒低嘅骨牌。有人話佢當年唔應該去接拍風月片，但係喺嗰個新人不斷湧入、機會迅速消失嘅香港影壇，一個長期坐冷板凳嘅年輕演員，好難知道眼前嘅捷徑會唔會成為此後再亦都撕唔甩嘅標籤。亦都有人認為佢唔應該依靠黃仁宗，但係當佢失去事業同埋收入嗰陣，一個願意提供住所、人脈與體面生活嘅富豪，確實好容易被睇成救命稻草。鄭燕麗唔係完全冇選擇，只係佢每一次選擇都發生喺退路已經唔多嘅時候。如今睇翻《黑客行》入面嘅佢，面上仲有少女嘅圓潤，眼神乾淨，企喺梁朝偉同埋鄧萃雯身邊，前途仿佛仍有無數嘅可能。嗰時冇人知道，幾年之後佢會喺片場失去對尺度嘅掌控，10幾年之後會企喺黃仁宗嘅別墅入面，等待命運再次改變。再過10年，又會喺麥當勞嘅新嘢入面抹人哋留低嘅餐台。佢冇好似葉玉卿咁揾到新嘅出路，亦都冇好似舒淇一樣靠作品改寫過去。佢只係離開一個又一個已經容唔低佢嘅地方，然後喺下一個地方繼續活落去。從銀河冠軍到通宵班員工，鄭燕麗失去過名氣、財富、靠山同埋健康。到咗人生後半程，佢想要嘅已經唔係重回娛樂圈，更加唔係重新住入豪宅，只係一份能夠養活自己，又唔至於將身體再次拖垮嘅工作。對曾經企喺聚光燈下嘅人嚟講，呢一個願望聽起身太普通啦。但係對於今日嘅鄭燕麗嚟講，或者已經係最難得嘅安穩。好多媒體將鄭燕麗喺度食飯打工，喺廠入面做工人寫成淪落同埋落魄，但喺我睇嚟，當佢除低明星嘅光環，唔靠施捨，唔靠幻想，憑借自己嘅雙手去賺每一分乾淨嘅辛苦錢，喺病痛同埋生活入面一次掙扎住企起身嚟嘅時候，呢一個陣容邊係墮落呢？而係一個普通人命運喺殘局入面最有實力嘅反抗。點睇鄭燕麗如今嘅選擇呢？你覺得靠手工自食其力同埋名利場入面嘅繁華，邊一個更加重要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你嘅答案。如果呢一期視頻引發咗你嘅共鳴，唔記得點讚支持並訂閱頻道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！